伊的性命甲了落。咱看到恁真济，咱真济，遮个信仰的前辈，因的回应，甲因的信心的表现，毋免犹豫。圣经嘛记载，侪人因的决定是拒绝，因的决定是忧忧愁愁的离开，因的决定是讲我无爱陪上帝，佮算落去啊。这拢别人的决定。这拢真正的人的决定，啊！毋过伫即个时阵，各位兄弟，我要问的是你的决定是啥物货？你有要亲像遮个好的信仰的前辈共款，你要甲了落无？这毋是咧问各位兄弟尔，这嘛是咧问我家己。伫主的恩典、引带、保守的面。我毋望咱正人，咱每一个人，拢好好思考，咱要甲咱的性命了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即生悲愿。